今日想同大家講一個成日發生，但一直都冇乜人會去搞清嘅問題。點解咁多屋主會喺一開始嘅時候就揀錯設計師？真係俾人呃咗，定係用錯咗？思考邏輯。屋主揀錯設計師係咪簡單一句貪平就可以解釋晒？定其實背後仲有更深層嘅原因？大家好，我係太平洋專藝事務所嘅 Jimmy Woo， 你嘅註冊建築師。如果你聽到而家覺得有啲共鳴，記得幫我撳個 like share 或者留言講下你自己嘅經驗，仲有唔好忘記訂閱我哋嘅頻道，咁樣你就唔會錯過之後更多影片啦。講返正題，屋主揀建築師究竟係買圖紙定係買專業？大部分屋主一世人可能最多會裝修或者起屋一或者兩次，咁當佢哋要揾建築師設計時，通常會點揀呢？一般人好多時都會用自己以往嘅相似經驗去作決定，呢種情況可以叫做路徑依賴，所以佢哋好容易用買嘢嘅邏輯去揀建築師，就好似買電視啊、買雪櫃啊、買手機咁樣，比較下功能價錢功能差唔多嘅，就揀最平嗰個。但係建築設計唔同，佢唔係一件商品，佢係一種專業服務。你俾錢唔係買幾張圖紙，而係請一個有專業能力嘅人。但好多人會覺得呢，就係我俾錢咪就係買圖紙咯，邊個話唔係畫先啫？有咩唔同？梗係越平越好噶啦。打個譬如咁講，就好似你去醫院睇病咁，你唔會諗住自己淨係去為咗買一張 X 光片翻屋企擺啦嘛。你都知道，其實你俾錢唔係為咗一個檢查一張 X 光片，而係醫生幫你分析診斷同俾專業建議嘅判斷力。同樣地，講我哋呢個喺建築設計入面，圖紙只係建築師專業同智慧嘅最後嘅呈現方式，但係並唔係你所購買服務嘅全部。實際上，設計服務仲包括好多圖紙以外嘅重要工作，例如一點樣依法合規完成入紙同申請程序；二點樣同市政府 DPP 有效溝通同協調；三點樣幫你控制同管理整體預算；四工程期間承包商出問題嘅時候，邊個可以代表你出嚟處理；五建材選擇、施工次序、法規更新以及消防同結構專業嘅整合協調。以上呢啲全部都係建築師喺設計同施工過程中為你承擔嘅重要責任。所以屋主會中伏未必淨係因為貪平，而係因為用錯咗買商品嘅邏輯去睇一個本來應該講求專業服務嘅領域。設計係一個過程，唔係一沓圖紙。你買嘅係對方嘅經驗、判斷力同臨場應變能力，唔係買幾張圖返去打卡放上 IG 或 Facebook 去賺 like。 所以呢，喺度有幾個小 tips 同大家分享下。第一，唔好只睇價錢啦，要睇佢有冇牌照啊，有冇實際經驗啊。第二，要問清楚有冇做過同類型項目，有冇得去睇下。仲有佢熟唔熟 DPP 對圖紙格式嘅要求，又熟唔熟申請 permit 同審批流程。第三，記住圖紙只係結果嘅呈現方式，唔係所有。成個過程裏邊嘅溝通同埋處理，先至係你俾錢買專業嘅真正價值。我以前都有拍過相關主題嘅影片，我會將連結放喺右上角，有興趣可以撳入去睇。如果你覺得呢條片講中你心聲，記得訂閱我哋頻道，撳 like、share 同留言講下你嘅睇法。我係太平洋專藝嘅 Jimmy Woo， 你嘅註冊建築師。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條片再見。